全球薯片排行榜第1名係佢，大家認唔認同啊？喂，但係佢算薯咩？咁你又知唔知佢其實係咩嚟？三個型點讀啊？呢啲唔係就係墨西哥片嗰啲 friend 嚟噶嘛？墨西哥啲好中意食 Dorito。但原來呢一塊墨西哥片唔係嚟自墨西哥。I can say as a Mexican snack。 But not Mexican food。哦，係唔中意得個 Why？ 唔係墨西哥嘢。佢好怪啊！而呢塊三角形原本竟然係垃圾，而家仲搖身一變成為咗美國近37億美元銷售額嘅零食。My pen is blue, my brand is you。今集牌子嘢要講嘅係 Doritos。如果話全球薯片排行榜，第一位你哋覺得係咩咧？ Lay's 咯，我覺得應該係。哇，咁可能係熱浪喎。全球喎，會出節度 Doritos。外國呢個網站就公開票選 The 100 Best Chips in the World， 而第1名就係呢一包 Doritos 嘅 Nacho Cheese 味道。我呢個係我買得最多嘅。如果我嗰晚想飲酒食零食，就係買呢個啦。而單係呢個排行榜入面，單係 Doritos 就已經有超過10款嘅口味上榜。因為我本身麻麻地食薯片，所以我會節制到。但係呢個真係會不自覺地食晒咯。令人不自覺咁係咁食，可能係 Doritos 受歡迎嘅原因之一。食品科學家 Stephen Witherley 曾經喺書入面講過 ，Doritos 令人上癮嘅原因，主要就係塊脆片表面上面嘅粉末。呢啲包含咗各種調味嘅粉末，會觸發到口水釋放酸，帶嚟愉快感，而大腦會因為呢一塊脆片快速溶解而感到興奮。加上脂肪比例、膨化類食品同埋香味，就令到大腦更加想食。Stephen Witherley 更加話手指沾滿咗啲味粉，會下意識地舐手指，嗰啲味道亦都會令到你更加想食。不過對大多數香港人嚟講，第1名又好似未必會揀佢喎。我覺得佢唔係特別受本地人歡迎嘅，我覺得大部分人係中意食真係薯片嗰啲薯片多啲嘅，冇薯片嗰啲咁鬆化、脆惡惡嗰種感覺。嗰種乾好似突然間咬緊餅乾咁樣。咁你哋覺得佢係咩用咩做嘅咧？呢啲唔係就係墨西哥片嗰啲 friend 嚟噶嘛？我覺得係嗰件事嘅小食版咯。有陣時我都會諗餐廳係咪就係攞翻呢包嘢出嚟 serve？我以為佢哋同一個家鄉嚟嘅添。咁究竟佢係唔係墨西哥嘢食？我哋就去問下住咗喺香港15年嘅墨西哥人 Poncho。 I can say as a Mexican snack。 But not Mexican food。哦，係啊，我哋好少食飯，我哋食 tortilla，所以我哋成日食飯啊，早餐啊 lunch dinner 係 with tortillas。Tortilla 係用粟米或者小麥加植物油、糖、鹽、水整成，就係我哋平時認知嘅墨西哥餅啦。墨西哥冇我哋100 kilo，係好似食飯跟住有餸，我哋係 tortilla 跟住有餸。我哋買3 kilo，sometimes cannot finish。係有幾個嚇 ，you try。Cut，now we have snacks，就唔使搬垃圾。而 Poncho 講緊嘅呢個零食就係 Doritos 嘅原型，即係呢塊炸咗嘅粟米片。不過究竟點解係三角形呢？拆解之前記得 follow 埋 MMIG 啊。Why？ Yes，個粟米片係一個 circle。Yes。So you can like it to pizza。So that's why this shape。OK。呢塊三角形嘅粟米脆片係源自於企業家 Rebecca Webb Carranza 同佢先生喺 LA 嘅墨西哥食品及粟米片加工廠，將機器整出嚟嘅 K 型粟米脆片切成三角形再油炸，然後意外地受歡迎，自此就開始售賣呢一種粟米脆片。所以正確嚟講，呢款粟米脆片係嚟自美國㗎。不過成日喺啲包裝度睇到呢兩個英文，究竟有咩分別呢？ Because actually tortilla chips is just like this, that no taste. So nachos is actually like what you want mixed with something, cheese or vegetables, meat in there. So let's say tortilla chips is the base of nachos. 而墨西哥人食粟米脆片呢，通常都會加好多嘢變成 nachos。So 右邊so 有 guacamole, so 有嚟。But we have another sauce called pico de gallo. That one is like tomato, onion, coriander, lime, a little avocado sometimes, then a little bit of salt. Then we mix. Okay. 好味啊！
而平時睇戲，戲院會買到嘅呢一隻，即係最基本調味，再點醬食嘅都係粟米脆片嚟。Doritos 好食啲。不過呢款咁多人中意嘅 Doritos 其實原本係垃圾嚟。1955年，美國零食品牌 Frito-Lay 喺加州迪士尼開咗間墨西哥餐廳，而有一日供應粟米餅俾佢哋嘅工廠見到餐廳丟棄咗啲放隔夜但係唔夠新鮮嘅粟米餅，就建議不如將佢切片油炸，再加入調味料啦。就係咁，去到1964年就誕生咗 Doritos， 從此大賣，直至到2024年全球粟米脆片市場達到成374.6億美元，當中美國就係最大嘅銷售國家。我哋行入去美國嘅超市，可以睇到唔同品牌嘅粟米脆片佔據咗一整條走廊嘅貨架，而粟米脆片亦的確成為咗美國零食入面薯片之後嘅第2位。打開埋美國嘅外賣 App， 墨西哥食物亦都成為咗美國人經常點嘅食物種類。其中嘅原因亦都因為美國拉丁裔人口由80年代開始急速增長，令到粟米脆片成為咗美國人日常食物之一。睇返 Doritos， 2024年喺美國已經有近37億美元嘅銷售額。當然成功嘅原因都有好多，例如不斷推出新口味同埋唔同形狀嘅 Doritos 都係其中一個。不過其實咁多隻味，你有食過晒佢未呢？原來粟米味咁好食㗎！呢個係咪粟米味㗎？佢有啲好假嘅粟米味啊！死啦！原來我中意食啲假嘅粟米味。的確 Doritos 真係做咗唔少味道出嚟，令你食一塊脆片就已經有另一種食物嘅味道。但係美國常有嘅都有10幾款，而唔同地區都會出相應嘅口味。好似台灣音樂人盧廣仲最近就分享咗台灣嘅芫茜口味。以下呢啲日韓台口味，你哋又食唔食得出係咩味呢？牛肉啊！我記得其他薯片都有呢隻味㗎，煙肉、韓牛味。韓牛味。佢係街邊廚。Son is from Taiwan. Yep. I hope this guy does not chow tofu. Okay. Sweet. Is it quite strange？ 係好怪啊！咪點解我係好中意 perfume？ 咪有自己個味啊！我要試下。Even just 八卦，你都可以試下。Sodium Honesty。除咗產品上不斷推出新口味，迎合唔同嘅地方同市場 ，Doritos 嘅宣傳都非常勁。為咗將 Doritos 同聚會同埋睇波畫成咗等號，美國每年盛大嘅超級碗比賽 ，Doritos 都係當中嘅廣告常客，甚至推出咗 Crash the Super Bowl 邀請消費者製作 Doritos 廣告，勝出會有獎金，甚至會喺比賽入面播出。而喺2007年，呢一個比賽就令到 Doritos 嘅銷量增長咗12%。加上咁多年嚟都用創新同埋年輕嘅形象經營，令到唔少人都會喺網上面分享自己嘅 Doritos 食法，變相就做到宣傳。例如外國好流行打開包 Doritos 加唔同嘅配料成為 Nachos 嘅食法，台灣亦都有人將 Doritos 碾碎再灑喺啲滷肉飯上面，曾經引起咗一陣唔同台灣小食都要灑啲 Doritos 碎片嘅熱潮。不過喺香港就比較少呢一類嘅 post 啦。對唔少香港人嚟講 ，Doritos 依然都係未必入到零食三甲。除咗唔係香港人食慣嘅薯片，仲可能因為我覺得佢嘅口味咧唔係咁 local 啊，即係應該係歐美人都中意食嘅口味。我覺得都係嗰啲3分形象7分想像嗰啲嚟。通常呢啲花巧嘢咧，都淨係得第一陣會有人試下嘅啫，之後都係翻去嗰啲基本款嘅懷抱。食零食好似好多時係你食個習慣多過真係中意食嗰隻味咁樣嘅。大家又覺得 Doritos 係你嘅零食第幾位呢？留言話俾我哋知。